好莱坞明星强尼戴普和前妻安伯赫德离婚将近3年。之前外界都以为安伯赫德多次被强尼戴普家暴，不过现在案情急转直下。法院文件指出，强尼戴普才是被施暴的对象，甚至还被安伯赫德丢酒瓶，造成右手指头差点割断，更被打到逃出家门求饶。记者 vs 安伯赫德2016安伯，是强尼造成你脸上的淤青吗？安伯赫德3年前指控强尼戴普施暴，还带着淤青的脸颊到法院出庭。没想到现在案情却逆转，强尼戴普状告安伯赫德的法院文件指出，强尼戴普才是被家暴的那一位。洋洋洒洒10张文件中，详细记录强尼戴普和安伯赫德签署离婚资产协议时爆发口角，安伯赫德朝强尼戴普砸酒瓶，导致他右手中指差点被割断，必须手术缝合。还有一次是因为安伯赫德举办生日派对，强尼戴普因为工作而迟到，竟然被殴打脸部，直到逃出家门求饶。网络媒体离婚多年后，强尼戴普现在要控告前妻诽谤，求偿5000万美金，约台币15亿。强尼戴普的律师表示，强尼的事业因为安伯造谣他家暴受到影响，包括被撤换神鬼奇航角色。强尼戴普还提到，安伯赫德为了争取曝光度，不惜策划被家暴的骗局，甚至在《华盛顿邮报》写专栏，刊登的时间点就水行侠首映会前3天，无疑就是在为自己炒新闻，提升荧幕形象。影星安伯赫德这个橘色彩带代表联合国提倡消除对妇女暴力示威活动。安伯赫德当时随身携带橘彩带跑宣传，如今自己却被爆出对强尼戴普暴力相向。银色情侣变怨侣，离婚情节比电影还精彩。